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扭計骰》，我係細路。今集要講嘅係紐卡素賽後總結。國際賽期翻嚟嘅第一場就要主場惡鬥曼城，究竟球隊嘅表現係點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曼城雖然上季狀態有所下滑，英超排第3，但由於本來球員就超班，實力有翻咁上下。球隊經過哥迪奧拿短暫調整後，又重振旗鼓，成為英超嘅爭標球隊。賽前排第2，只落後阿仙奴4分。當中有好大嘅原因係因為前鋒夏蘭特再度大爆發，目前已經攻入14球，穩坐射手榜第1位。曼城亦係暫時全英超入球最多嘅球隊，進攻火力相當可怕。龍門簽入當拿龍馬後，防守亦變得穩陣，絕對係實力以上嘅對手。反觀紐卡素，狀態非常反覆。雖然主場都有一定嘅實力，但今場係國際賽期翻嚟嘅第一場，陣中有唔少球員都有踢國際賽，相信多少點都有疲態，從而影響比賽表現。而今季主場對強隊例如阿仙奴同利物浦都係曾經熱血，但最後輸波，加上以往對賽曼城都係輸多贏少，所以賽前估計今場劇本應該都係差唔多。陣容方面變化非常大，單般因為上場紅牌停賽，左右閘終於見翻文圖同荷爾，中堅選擇馬力洲同舒亞，博文就喺後備，中場最強三子不變，左翼因為哥頓輕傷，所以用班尼斯、梅菲和特美特繼續正選。一開波雙方攻勢不斷，你來我往，先係紐卡素瘋狂逼搶。頭1分鐘，祖靈頓已經逼甩對方，令班尼斯有機會射門，可惜未入局，射得一般，龍門接實。再有梅菲招牌傳中，俾和特美特頭槌，可惜頂得太正，龍門救到。之後荷爾禁區勤力跑動被推跌，想搏12碼，攻勢去翻曼城，先有夏蘭特射門，文圖擋出，以及科頓俾舒亞攔截射斜咗，紐卡素繼續攻勢。一次反擊機會，東拿利揾到班尼斯中路推進傳直線俾和特美特起腳，可惜射得太正被擋出，亦係今季好少見唔經邊路由中路推進進攻。雖然呢球唔入，但效果非常直接。之後梅菲傳中俾班尼斯，可惜撻 Q。再次到翻曼城，夏蘭特禁區射門，好彩撲俾心口撲出。以及科頓再次禁區斜射，上半場雙方都有幾個機會，靠住雙方球員射門角度一般，以及龍門撲救，令比數暫時維持0-0。下半場一開始已經搏到個球，可惜開出後冇人頂，曼城繼續攻勢，夏蘭特入禁區射門，馬力洲睇準機會攔截成功，之後到紐卡素打反擊。梅菲招牌傳中，可惜和特美特又係射得太正。雖然和特美特射得唔算靚，但當拿龍馬救地波的確有一手。64分鐘再次有反擊機會，班尼斯同班奴互相配合，再自己窄角度射入，領先1-0。雖然好快俾對手射入追平1-1，但幾分鐘後球隊有角球，班尼斯執翻個波俾梅菲傳中。和特美特頂俾班奴頭槌中柱頂反彈，班尼斯企啱位一控一射領先2-1。雖然疑似越位，但最後判入波。之後雙方都有換人，博文換入荷爾，韋洛克換入和特美特，伊蘭加換入班尼斯，梅菲就客串左閘。尾段曼城雖然一直保持控球進攻，但紐卡素防守緊密，令對手組織唔到太多入肉嘅攻勢。包括幾次角球同大腳傳入禁區爭取入球，不過球隊都專注防守化解威脅。最後紐卡素終於事隔6年，亦係賀維執教以嚟第一次喺英超擊敗曼城。整體都係曼城主導比賽節奏同埋攻勢，包括接近70%嘅控球率，以及多紐卡素1倍以上嘅射門次數。前段曼城後場控波嘅時候，球隊中場會排5個人組成防線，令曼城冇咁易向前傳送策動進攻。不過球隊防守有紀律，令曼城有威脅嘅進攻唔算好多。
亦喺對方門將有表現嘅時候，難得把握到機會射入，最後拎到寶貴嘅3分。馬力州東拿利今場繼續超水準表現，全場滿場飛同攔截好多嘅攻勢。舒亞今場嘗試好多嘅長傳，試圖直接從後防傳俾翼鋒，雖然成功率唔高，但可能知道主攻冇優勢，寧願高風險傳波博成功，都唔想喺後場作太多無謂嘅猜傳。今場防守亦係水準之上，冇明顯失誤。暫時收起博文呢個決定，最後亦證明係正確。文圖同賀爾復出之後，感覺球隊完全係兩班波。兩集年青有活力，助攻助守，勤力逼搶又肯跑，令隊波整體踢得好靈活，防守反擊都變得順暢同有效好多。仲要未計兩位都係受傷後首次正選上陣，特別係嚟緊冇長假期，每個星期都有1至2場比賽，佢哋能夠喺呢個國際賽期後返嚟，絕對係球隊嘅及時雨。最後當然要讚班尼斯。雖然上半場錯失唔少嘅機會，但下半場嘅射門亦唔簡單，角度窄，空間又唔多，但佢都一一把握到，最後成功拉弓梅開2賭，成為球隊嘅入波英雄。另外今場佢喺球場嘅作用巨大，同隊友配合有心思，大部分嘅攻勢都有佢份，包括同班奴合作嘅第1球，差啲令和特美特有助攻嘅靚傳送，以及角球執翻個波俾梅飛嘅第2球。班尼斯嘅埋門能力保持水準，組織能力大有進步。單憑近況，甚至拎翻哥頓正選翼鋒，相信亦冇人會反對。翼鋒發揮水準，相信球隊球迷亦樂見。希望班尼斯能夠每場都保持水準，繼續貢獻同入波。其實今場每一個球員都打出水準以上。全靠球隊有信心，由頭到尾都好集中，冇明顯失誤，先能夠贏到曼城。總結嚟講，國際賽期翻嚟嘅第1場竟然出奇地打得好，為國家上陣嘅球員亦未見明顯嘅疲態，最後亦上下一心，事隔6年喺英超贏到曼城，全取3分。英超主場贏強隊又確實值得鼓舞。不過嚟緊1周雙賽將會連續2場作客，惡鬥馬賽同愛華頓。球隊喺歐聯可唔可以保持連勝？而作客英超又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呢？究竟今場波嘅表現係曇花一現，定係終於雨後天晴？球迷們拭目以待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